炒豬大腸，如果你直接落鑊炒嘅話咧，再靚嘅豬大腸都會俾你搞過晒。咁整呢一個乾鍋豬大腸到底係先飛水啊，定係直接落鑊炸呢？嗱，好多朋友仔都中意食呢個乾鍋豬大腸嘅。嗱，我又夠膽講啦，10個朋友仔裏面有9個半銀，一開始就搞錯晒。難怪啊，你整出嚟啲豬大腸唔係冇嚟味道啊，就係咬極都咬唔喐，真係牙都甩啊！嗱，自己喺屋企啊整嘅豬大腸咧，你記住我呢個小竅門，等你炒出嚟嗰啲豬大腸啊，都可以啊，又腍又熟透，嗱，非常送飯，冇一啲異味嘅，就算係再揀飲擇食嘅一個小朋友都可以食多2碗飯啊！大家好啊，我係老薇啊，一個唔係幾識講嘢，但係咧就識炒餸嘅一個廚師婆。今日咧我就將我30幾年嚟酒店大廚嘅招牌餸乾鍋豬大腸嘅經典做法免費分享俾大家。首先嗱，買翻嚟嘅豬大腸裏面咧就俾少少鹽，嗱，俾啲小白醋，一盒麵粉，嗱，用你發財嘅雙手揸均勻佢先，去除咗裏面啊嗰啲油脂佢。我老公啊日日都話我喺度拍視頻，冇人同我點小紅心同埋大拇指，嘥鬼晒啲時間，哇！叫我出去搬磚喎。今日呢個視頻幫忙咧，點翻個，等我喺佢面前威翻鋪啊嘛，咁先有翻啲家庭地位噶嘛。嗱，多謝大家先啦。第2步，嗱，將佢用清水洗乾淨，呢個豬大腸咧就係凍水落鑊嘅，加呢個蔥薑同埋我老公收藏咗好耐嘅呢一個高度白酒去腥，嗱，煮滾去之後咧就撇咗上面啲泡沫佢，放些少老抽上色，繼續煮翻佢30分鐘左右啦。嗱，煮好之後咧，快速撈起佢，切成咁樣一大嚿一大嚿。第3步，熱鑊，嗱，落呢個切好咗嘅豬大腸，開中火啊，慢慢先炒到佢微微焦黃，嗱，咁樣食起嚟就更加之香啦。另外起多個油鑊，放蔥薑同埋2粒乾辣椒落去，炒香佢。呢個時候重點嚟啦，做呢一個乾鍋豬大腸好食嘅關鍵就係放呢一殼啊，嗱，我哋酒樓大廚都一直用緊嘅一個乾鍋醬，落咗佢之後咧，其他乜嘢調味料啊都唔使再落嘅咧，好方便嘅。嗱，炒香之後咧就倒入呢個豬大腸，再搭配埋呢個青紅辣椒，求其炒多幾下，兜佢就更加之入味。最後咧就撒翻一把蒜苗落去，炒翻佢5、6、7、8嘢，咁就可以出鑊食得噶啦。咁樣整出嚟嘅乾鍋豬大腸，乾香入味，好送飯送酒噶，真係非常之好食。關鍵係呢個乾鍋醬咧，佢係零添加嘅。嗱，平時仲可以用佢嚟整個乾鍋花菜啦，嗱，乾鍋蝦啦，乾鍋雞等等都非常之好食。如果話你唔知道呢一個乾鍋醬喺邊度買得到，出去買你驚買錯牌子，嗱，可以點開我個頭像噶，裏面咧有個商品櫥窗，趁住而家廠家有活動，嗱，帶翻2罐翻屋企試下啦。